我曾經跟過一個家庭系統牙列嘅導師，佢自己本身都係註冊嘅西醫嚟到學習啦。咁佢係專門係透過家排去治療疾病嘅。佢曾經講過咧，就係話大部分超過95%嘅疾病咧，都係一啲叫做系統性嘅疾病嚟嘅喎。咁乜嘢為之系統性嘅疾病咧？嗱，原來我哋每一個人個意識嘅深處咧，都係同所有嘅人特別係家族嘅成員咧，係連結喺埋一齊嘅，而形成咗一個所謂家族嘅集體潛意識 （collective unconscious） 嘅一個場域。我哋每一個人都會俾呢一個場域咧係影響得好深遠、好巨大嘅喎。如果喺家族呢個場域入邊咧，曾經試過以前可能係上一代或者再上幾代有一啲家族成員發生咗一啲重大嘅事件。咩叫重大嘅事件咧？譬如話有人被謀殺啦，有人殺咗人啦，或者係自殺啦，又或者喺啲好嚴重嘅意外當中死亡啦，或者係早逝等等啦。咁呢啲嘅事件咧，都會係產生咗非常巨大負面嘅能量。而我哋如果唔去正視佢哋，將呢啲嘅事情被視為一種禁忌啊，或者因為太過傷痛啦，我哋都避免去提及嘅話咧，呢啲事件所產生出嚟嗰種極為強大負面嘅能量，就會壓抑咗喺呢一個嘅家族集體潛意識嘅場域入邊嚟㗎啦。能量係唔會消失嘅，我哋唔去理佢，唔去睇佢，唔代表佢會消失喎。呢啲嘅能量咧，係會好似一種震波一樣咧，係導致到一代又一代嘅家族成員咧，係出現一啲咧唔尋常嘅事情嘅，而身體嘅疾病，尤其是一啲莫名嘅慢性疾病啊，甚至乎絕症都好啦，就係呢啲負面能量壓抑出現嘅一啲嘅結果出嚟嘅喎。如果我哋唔去正視翻呢啲嘅能量，去重新去透過愛去睇翻嗰啲嘅事情嘅話咧，咁呢啲嘅疾病咧係會繼續存在㗎。